身，用完咪掉咗佢咯。啊，仲有啊，你哋手仔玩到污糟嘅話咧，你杯爐我連膠手都準備好埋啦，好細心咧。有係塑膠手套啊？是啊，不用塑料手套，我們可以洗手的。唔好講咁多啦，我哋快啲食嘢啦，剩低嘢跟住去玩啦。唔食啦我。我也不餓了，不吃咯。嗱，唔食呢啲嘢唔緊要嘅，你浪費咗心機咧，有啲唔高興㗎喎。係啊，叔叔啊，我哋唔想浪費嘢食，都唔係想浪費你嘅心機啊。對啊，不是浪費叔叔的心血，只是想現在去玩咯。好啊，咁就唔食啊，將佢抌落海度餵海豚餵魚咁樣啦嚇。抌乜雞出嚟？啊點啊？塑膠唔可以掉落去海入邊㗎。對啊，就是不可以扔到海裡的。抌咧抌一邊先得㗎，呢度又冇垃圾桶，都行到好遠咁，個垃圾桶咁麻煩咧，哎呀！真的是，叔叔外面沒有垃圾桶咯。是啊，走過去不算人啊，叔叔最麻煩。我麻煩，哎呀，我又準備嘢食，又準備手套，帶埋你兩個出嚟，仲話我麻煩。好，你兩個唔好食，我翻嚟。有啲小朋友咁難服侍啊！死了，我第一次見叔叔咧咁嬲㗎。對啊，這下慘了，我們怎麼辦啊？唔緊要，我哋託翻佢得咯。將啲塑膠抌晒落去。係咪啊？你幫手？是啊，但是塑料惡魔幫幫我們。你係呢個啊？我就係海洋守護者。海洋守護者？海洋守護者？仲有同學同李女神同埋海豚好朋友，大家俾啲掌聲歡迎佢哋。接受就翻嚟啦，係咪就係你啦？將啲垃圾抌落個海度啊！你又要我講一次？我都話啦，我要將啲塑膠好似而家咁，全部掉晒落去，我先至開心㗎嘛！係啊，大家唔該你哋啲先，海豚朋友，幫手將啲垃圾搬翻上岸。喺呢度就有我哋個海豚朋友幫手打野外地方，同埋有啲會將佢哋誤以為嘅食咗個肚，就會殘害佢哋嘅生命啦。是啊，在這裡有哪個朋友可以幫忙？但在野外，有朋友非常要危害生命的。我哋就翻啲垃圾，估你好叻啊！老家哥哥，我佢俾你再污染呢個海洋，我今日就要收拾你。其實咧，佢係我叔叔嚟㗎，唔可以傷害佢啊！真的，不要傷害我們叔叔。佢完全同你哋指咗點為你哋叔叔啊！都冇辦法啦，為咗暫時出去催眠住先，海豚朋友，出招！出招！你又係咁快啊！
講緊食物，我發覺啲食物都有研究喎，佢好中意啦，不如我哋一齊跟音樂拍手打下招招佢。係，大家都見到啦，冇錯，我發覺就係海豚。講起海豚咧，都要解釋下喎。海豚對於圖像表現嘅能力，可以喺研究團隊咧亦都設計咗個遊戲。佢就係去研究下海豚對於呢個圖像表現同埋短期表現嘅能力。稍後咧，我哋會介紹啦。呢個遊戲就叫做海豚對對碰。佢咧係需要我哋個海豚幫手嘅喎。不如呢個時候，我哋邀請下我哋經驗老道嘅海豚先生，稍後幫我哋解答第一條嘅問題。Hello！ 呢條就係我哋個海豚先生啊！佢喺呢啲先變嘅一個圖像，放到對面我哋一位拍檔嗰度，扮一個相同嘅。喺佢開始解答之前，不如我邀請下現場嘅朋友幫我揀一個圖形，俾阿先生去做電影啦。如果想揾一個水壺嘅，麻煩大家拍一拍手。如果想做電影呢個 I 字嘅，可以拍一拍手。睇嚟好似個 I 字上升大啲喎。咁不如我哋就邀請個先生幫我哋去電影個 I 字啦。冇錯，唔該你。嗱，而家先生就會首先喺呢種變形，然後出發去對面岸。如果揾到相同嘅，佢就會用嘴巴點一點。嗱，如果你答啱咗咧，我哋就需要俾多啲獎勵，例如呢個掌聲啦。